大家好，我係本年度嘅可持續發展大使 3A 班嘅陳思雅。大家好，我係本年度嘅可持續發展大使 3A 班嘅蔣君友。今日我哋會為大家介紹香港珊瑚礁及其生態可持續發展。希望今日嘅分享內容可以令大家對香港嘅海洋生境同珊瑚有更多嘅理解。哇！呢張相喺邊度影㗎？好靚喎，又有色彩斑斕嘅珊瑚，仲有小丑魚，睇嚟都要去到澳洲嘅大堡礁先見到喎。其實呢張相係喺香港影嘅，咁你又知唔知道珊瑚究竟係植物定係動物呢？你考我唔到啦！上堂咪有講過，珊瑚其實係動物嚟㗎，屬於刺胞動物門，同水母、海葵等生物有親緣關係。平時見到嘅珊瑚並唔係一個獨立生物，佢其實係由大量細小嘅珊瑚蟲聚集而成。每隻珊瑚蟲都有口部同觸手，可以用嚟捕捉食物。而相入邊見到珊瑚表面嘅顏色，其實係海藻，而呢啲海藻嘅學名為蟲黃藻，可見蟲黃藻同珊瑚之間係有共生關係。而呢個共生關係就係兩個生物之間互惠互利，形成一個獨特嘅海洋生態系統。哇！原來珊瑚背後有個咁完美嘅互助故事㗎。不過講起海洋生態系統，通常我哋睇電視啲珊瑚礁都係好大、好多顏色嘅，但我又唔知香港嘅珊瑚景貌係咪都係好似一開始張相咁㗎咋？千祈唔好睇小香港啦，其實相當豐富。香港已經記錄咗嘅石珊瑚就有84種。香港喺全世界嚟講都只係一個彈丸之地，但係都有全球10% 嘅石珊瑚品種㗎。仲有啊，香港仲有29種軟珊瑚、38種柳珊瑚，仲有6種黑珊瑚。哇！呢度夾夾埋埋都有成150種唔同嘅珊瑚。香港海域又得咁細，咁咪即係成個香港海域都係珊瑚咯。咁我放學即刻跳落海睇下有冇珊瑚先。你冷靜啲先啦，你求其揾個海跳落去都唔會揾到㗎。同埋要有足夠嘅潛水裝備先可以見到香港嘅珊瑚群落。其實香港大部分珊瑚都係分佈喺香港東面水域，因為嗰度有堅固嘅岩石作附着基質，而且冇大型河流流入香港東面水域，所以海水鹽度會比較穩定。呢啲都係適合珊瑚生長嘅生境。如果你都真係好想見到珊瑚嘅話，我會建議你去西貢沙塘口山，嗰度擁有非常出名嘅珊瑚群落。我有記得上次近地理老師帶我哋參加環境及生態局舉辦嘅實地考察嘅時候，導賞員都有講過，好多人會去西貢潛水，原來就係為咗睇珊瑚。而唔同品種嘅珊瑚所需要嘅水深環境特徵都唔同，所以沿岸會形成零散嘅珊瑚群落，而唔係大型連續珊瑚礁。一般最常見嘅珊瑚都主要係生長喺3到大約1至3米嘅水域，因為水越深，陽光就越少，會阻礙海藻製造食物。哦，既然珊瑚群落會製造食物，即係都有一啲海洋中嘅初級消費者要靠食海藻啦。唔怪之得，雖然珊瑚覆蓋唔到0.1% 嘅海洋面積，但係孕育了約25% 嘅海洋生物。啲魚喺珊瑚地區又有得住，又有得食。而珊瑚其實係好敏感嘅動物，珊瑚嘅健康狀況同存在可以反映海洋環境嘅質素。而人類亦好識得享用大自然給予嘅饋贈，正正就係因為珊瑚群落有好多魚類居住，所以人類就會喺珊瑚地區進行捕魚。而我哋成日喺街市、酒樓同電視聽到嘅東星斑、老虎斑、青衣柳，都其實係珊瑚魚嚟㗎。一講起食就即刻想返屋企食飯。唔好咁掛住食先啦，同上次見到人喺西貢潛水一樣，珊瑚亦為全球旅遊業貢獻成數百億美元嘅經濟產出，絕對係重要嘅生態資源喎。咦？個海面有啲粉紅色嘅？係咪珊瑚嚟㗎？唔係啦，呢啲係紅潮。其實以前吐露港一帶都有好多珊瑚群落，但係嗰度啲珊瑚都因為紅潮而死亡。我呢啲認真聽書嘅乖學生就知啲珊瑚其實係死嘅。
呢個上年地理堂喺農業課題都有講過，呢個現象係負氧化啊嘛，就係因為大埔同沙田新市鎮發展，市民排放更多有機物質到土路港，令到水體中有太多嘅營養，而導致有紅潮出現。原來香港市民都不知不覺殺死咗珊瑚都唔知喎。知你係乖學生啊！而第二個威脅珊瑚生存環境嘅就係氣候變化。當海水溫度持續上升，珊瑚會排出共生素，形成白化現象。嚴重嗰陣，甚至會導致珊瑚死亡。同埋一啲破壞性嘅捕魚方法，例如底層拖網捕魚法，會將珊瑚全部鏟起，整死晒啲珊瑚。仲有人類活動帶嚟嘅影響，例如遊客踩踏珊瑚、船隻拋錨等，都會直接破壞脆弱嘅珊瑚礁。珊瑚真係好慘啊！原來人類不知不覺間都對珊瑚造成多方面攻擊，唔知我哋仲可以點樣救珊瑚呢？首先係環境方面，可以從我哋嘅生活習慣減少污染同碳排放，推廣再生能源，以及建立自然保護區。社會方面呢，可以推廣綠色科技嚟提供資源利用效率，支持社會企業，以及加強市民嘅環保教育，明白污染者自負原則嘅設計目的。即係我哋可以透過消費行為嚟投票支持邊種經濟活動嘅進行，所以每個人嘅消費意願都對環境有好決定性嘅影響喎。經濟方面嚟講，政府可以推動可持續捕魚嘅發展，保護魚類資源，同時發展生態旅遊，而唔係大量破壞環境嘅觀光活動。大自然唔單止支撐我哋嘅生活，亦都為我哋帶嚟美景同埋愉悅，所以我哋每個人都有責任保護自然環境。所以我哋必須實踐可持續發展，共同保護海洋環境。由日常生活做起，減少污染，珍惜資源，一齊守護香港珍貴嘅珊瑚生態，留俾下一代一個更健康嘅海洋環境。我哋嘅分享去到呢度，多謝大家嘅聆聽。